好，平安，时间已经到，咱做伙来祈祷。慈悲天堂阮的天父，感谢你，互阮伫即个年假开始的时，伫肉粽节即期间，阮可会当透过网络组织今仔日要来三甲分享台湾基督长的教会信仰个别来思考对一个基督徒伫一个教会一个群体要安怎伫生活中间来实践来反映阮的信仰恳求主你帮助阮透过阮对信仰个别的了解，也会当激励阮伫本身伫生活中间会当用实践来做真好的见证，来见证阮是属于你的。阮将今仔用暗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你手中，恳求主你的圣神赏赐阮智慧，互阮会当晓悟。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好，来，我来甲PowerPoint 来分享吼。好，咱的台湾基督教的教会信仰个别是伫1985年就是咱讲74年的4月11号总会这个年会中间来通过吼。这个原文放伫迄个咱的新圣诗第15页啦吼，咱若有机会会当来看吼。好，头起先。要甲咱先来分享，就是这个 logo 吼，这个记号吼，分而不毁吼，分而不废。咱伫基督教的教会内底有发布几若摆的这个宣言啦吼。当然到1985年来宣布这个信仰个别吼。伫遮还未这的遮的宣言甲信仰个别还未公告进前。那台湾基督教教会的代表精神，也是讲咱咧讲迄个 logo，就是分而不废啦，吼，分而不废。其实分而不废本身嘛是一个信仰个别，吼，嘛是一个信仰个别。咱会当来思考啦，吼，我对伊的原底的遮的资料来甲大家三个分享。分而不废，头起先出现是伫圣经出来记第3章第20到第3节，就是上帝摩西显现伫迄个刺皮内底，刺皮去互火底烧，但是无烧歹去吼。伫即个经文的中间，就是咧表达讲上帝显现啦吼，这是牧师家己画的图吼，就是一个想象吼，就是想象好。摩西咧饲伊丈人的羊，伫这个山顶有看到这个咧烧的刺皮吼，然后伊伫遐来甲上帝见面甲上帝讲话，领受上帝的呼召。那这个分而不废是代表代表上帝这去减一字去代表上帝啦伊是一个象征咱讲象征啦代表上帝但是亲像伫圣经内底也有真济时阵记载讲，上帝用无共款的方式来显现伊家己，来互人感受到伊的同在。分而不废，咱就看到一个真典型这个分而不废，就代表着讲上帝治愈着遐受苦难、受委屈伫埃及做奴才的这个以色列人，所以要甲因投放所以长老教会用这个分而不废做一个象征的 logo，就是咧代表讲这个教会群体基本上是徛伫公义、徛伫援助弱小的人，来帮助因对苦难中间行出来的一个信仰群体所以咱咧代表上帝存在啦好，当然咱知影对字义来讲，就是讲咱咧讲一个刺皮
互火烧。刺皮本地是无啥物价值的吼，伊就是一个山木中间的实物。你若看过迄种古早迄种西部片吼，啊，定定若你咧热天，你会看到迄个风飞沙若咧飞，啊，就看到迄个刺皮安尼咧卷咧行吼。哎，伫山木中间刺皮是一个野草，可能伫春天的时较会水啦吼，又开花吼，野花安尼吼。但是当伊安尼大丛起来打起，无啥物意义吼。烧真好烧啦吼，但是伫这较特别的是烧，但是无烧歹。伫爱尔兰的教会长老教会吼，因使用拉丁文来形容即个吼，啊，伊即个字吼，的意思就是讲，虽然在烧，却是真丰盛欢迎啦吼。迄意思就是讲，亲像教会面临压迫的时阵，颠倒吼，真欢迎，真昌盛吼。咱若去看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吼，每一届教会受到大压迫，福音就大广传吼。这是真趣味的一个现象。比如讲，台湾伫20几年前发生921大地震，迄个时阵入去教会人的人数增加足济吼。过来，美国伫911发生恐怖的即个爆炸事件了后，所有的教堂，特别是伫迄个灾难区的教堂，拢总坐满满吼，拢总坐满满吼。伫受到压迫，伫苦难的中间，教会颠倒会真兴旺啦吼。啊，这是爱尔兰的长老教会用即个拉丁文咧讲的意思吼。上早开始用即个焚而不毁的图面吼来做教会的 logo，开始是伫16世纪，就是大概宗教改革，咱知宗教改革成功是对1517年吼，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成功了后，就是16世纪开始吼。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即天主教的教会开始产生一寡改革的声音，对伫英国、瑞士、法国、荷兰，特别是伫北欧吼，北欧咱讲对德国以北、北欧五国，拢是改革宗，也是讲路德宗。长老教会的即个宗派吼，足兴旺啦吼，足兴旺吼。法国的改革宗教会因受到法国国王的压迫，因就用即个记号咧提醒教会，伫即个压迫的中间，因袂去妥协吼。因讲因是火烧的刺皮的教会啦吼。好，因是伫1853年，咱知影16世纪是1500几年啦吼，咱叫马丁路德是1517吼，伊是1583开始使用即个吼，然后就开始影响其他的教会，比如讲英国长老教会嘛经历着迫害，伊嘛开始伫1644年已经过50-60冬了后，因才开始使用即个吼做记号。过来就影响苏格兰、澳洲吼，这拢是英国统治的国家吼，纽西兰吼美国、加拿大、台湾长老教会了后嘛采用即个标志吼，咱讲即个 logo 吼，即个 logo。好，台湾长老教会使用即个，咱讲是上早嘛是唯一啦吼什么人引进呢？就是马介博士吼，马介牧师伊引进的。相信这个是因为加拿大教会是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去开拓的，所以因受到这个苏格兰的影响真大吼，真大。所以马介博士来台湾了后，伊也将这个焚而不毁的记号来刻来伫台湾，成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即个象征吼，即个 logo 吼。我有放一个连结伫咱的讲义中间吼，咱会当去看吼。马介医学院嘛用即个做因的 logo，一个鼓励吼，一个鼓励因的网站是写讲摩西的故事啦吼，伊的焦点放伫头期生
摩西的护条遐吼，做因学校的一个勉励安尼吼。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今年吼2025年吼，咱是1805吼来设立的吼，来设立的。所以今年算160档哦，拄今年吼160档。对开始来的时阵，当然苏格兰伫南部开始是一寡医生带医疗的宣教吼，将福音。过来咱讲西方医疗带来西方的教育，然后文字吼，罗马拼音啦吼，咱来讲白话字啦吼，个女校吼，淡江甲中营拢有吼，弱势的关怀、社会改革的运动，所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常常行街头吼，民主的主张等等的这拢甲迄个分而不废这个记号有关系，甲出来记第3章上帝摩西显现这个记载甲伊的背景拢有关系吼。这个会去讲，这个是除了讲。咱头起先用这个了后，才有一个宣言，才有伫这个19801987，我临时想袂起来，伫咱的圣诗的第15页吼有啦吼，咱伫无介久进前吼，1985年是咧吼，1985年4月11号吼才通过吼，才宣布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吼。好，所以咱知影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医学也好、教育也好、体育吼，体育咱古早是乒乓球足强啦吼，伫教会拢咧拍乒乓球吼，英式橄榄球吼，这个是对淡江中学吼，引进的人是我的客爸的爸爸吼，伊是淡江的校长，伊对日本引进这个英式橄榄球吼，骹球欧洲的骹球吼，音乐啦、社会服务吼，这伫过去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讲领头羊先宗啦吼，教会所的普及率嘛是台湾上快上深的教会吼，咱嘛差不多会当安尼讲，就讲差不多每一个乡镇拢上盖无一间台湾长老教会吼，这个就是讲咱讲定根伫本土，咱连去看到这个会去看吼。因为咱伫社会关怀方面，咱讲社会公益方面，咱拢真注重。所以真长期，特别是伫战后华语教会兴起了后，咱知影华语教会大部分拢是甲国民党较有关系吼。咱会去用误解讲，咱是迄个反叛政府，只有鼓吹独立吼，干那只有管政治的教会吼。其实你也看华语教会，因有咧讲政治无？有啦，因拢咧讲政治，因只不过是因支持的，甲咱咧思考的有无共款安尼吼。如果有人甲你讲，这个宗教信仰吼不能跟政治扯上关系吼，这是错误的吼。我们没有一件事情跟政治无关啦吼。比如讲，甚至咱含洗手，含你要安怎拍家掌。政治拢会管理呢，咱知影武汉肺炎的时阵，政府会管理讲你着爱洗手，你着爱挂喙安，你着爱安怎安怎，所以很多事情几乎咱生活的每一项代志，拢甲政治有关系，甲规定有关系无法度这个咱无法度去区隔啦吼。好，特别是戒严党禁的这个时期。咱的教会有比较甲党外人士行了较近，党外人士就是即马咱讲民进党也是讲遮个本土政党的前身啦吼，所以咱基本上会造成误解是遮个原因吼，但是咱伫教会的信仰来讲，
教会团体甲政党其实不能画上等号吼。咱有咱家己对本土的主张疼痛，甲咱的注意的焦点，但是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毋是政党，嘛无属伫某一个政党的下面，咱拢无吼，咱是一个独立的吼。所以牧师时常咧提醒讲，咱无党吼，对伫信仰来讲，咱无党，咱若有党，咱就要受着党的管理。但是咱对伫信仰来反省一个基督徒要安怎对本土来挺起，要安怎来追求公义吼，这是咱需要来了解的啦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当然是本土教会，关怀本土、挺上帝、挺人吼。你若有机会去台湾新人院你就会看到即句话，就是我伫官府内底写的吼。对土地这个字毋对，这个对土地有情啦吼，对人有疼吼。信用态度咱毋捌改变过吼，自古早就是安尼吼，自古早就是安尼。1985年4月11号总会通过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个别，伫这进前咱有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吼。当初是宣布这个宣言的时阵。长老教会嘛去互人骂假呢吼，但是你也看即马这个咱咧讲民选是毋是总统民选，这拢是足早咱讲先知性的看法啦吼。那台湾前途、台湾全民来自民来决定吼，这个民主社会嘛吼。促进政府来成做一个台湾新独立的国家吼。即马咱知影。有一寡政党伫我中国共产吼这个到底这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愈行咱即马愈清楚啦吼，咱愈清楚吼这个物件咱就知影讲极权的国家甲咱的民主国家是无法度相容啦吼，嘛袂当画上等号吼。OK， 这就是对信仰、对本土的思考咱要安怎伫这个本土内底咱的追求公义、追求民主安尼吼。好，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对第5个我信吼，咱知影我信就是一个宣告啦吼。咱伫迄个使徒圣经的时阵有讲着吼，我信啥物货，我信啥物，我信啥物货吼。使徒圣经去用改过来吼。我连咪会去讲着吼，大概像咱分做3个段落啦吼。第一段落是用使徒圣经做基础吼，比较较无共款的所在出现一个做咱的兄弟，耶稣基督做咱的兄弟，这个物件这嘛叫用批评过吼。好，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人甲上帝过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开咱，互咱伫万百姓中间做见证，直到主过来吼。这有淡薄甲使徒圣经较无共款的所在吼。对三一上帝的宣告吼，伊讲我信上帝吼，咱讲爸上帝，伊是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吼。这是咱伫这个信仰个别中间头起先第一个要宣告的物件。爸就是讲，伊伫历史的中间，伊是世界的主，伊施行审判甲拯救吼。那么宣告讲，我信囝吼，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十七母女玛利亚就是做人，做咱的兄弟。即句话有互真济非长老教会的教派来攻击讲你拢伤骄傲啦吼。但是这是有圣经根据吼，连咪牧师会来解说这个部分。就是人类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搁我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过好。这是伫保罗的批信内底讲足清楚的代志吼。好，再来讲到圣神，这是三一上帝吼，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的中间，赏赐开咱，这就是咱6月初8圣神降临节会去讲到的这个主题吼。互咱伫万百姓中间做见证，直到主过来吼。第二段讲到圣经的权威吼，
这应该是甲这个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讲的。我这是用和合本的圣经哈。伊讲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还是讲上帝的灵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这是歹势，这台语哈，拢有利益哈。互服侍上帝的人来装备好势，通做逐项的好事哈。所以这是伫提摩太后书啊，第2个段落也是足重要哈，这重要用圣经做基础，非常精简足短，但是足重要。这个甲咱咧讲的改革中足有关系吼，连尾我会去解说啦吼。第3个段落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信仰生活的落实，教会生活的落实。基督徒生活必须爱是一个落实信仰的实践体啦吼。所以强调定根伫本土，强调信仰的本土化。伊讲教会应该甲所有的子民徛做伙，为着人民的福利来努力。为着公义来活吼，这是将咱所相信的信仰透过耶稣基督的疼，咱会甲遮会需要人徛做伙。这嘛是耶稣基督咧讲的迄个好处边下这个教导共款吼。这内底咧讲到共同的教会，就是讲教会，伊讲我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所以。这个团契足重要。牧师本下摆伫讲道中间讲，如果一个基督徒敢若伫厝内咧用网络咧敬拜上帝，厝内读圣经，伊也袂当称做基督徒，因为伊无团契生活咱注意基督信仰是必须爱有甲上帝的关系，佮爱有人的关系所以咱受号召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和解的使者，这是普世，佮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万记号。认同所有的子民，即句话足重要咱无分台湾人、客家原住民，也是讲咱对讲1949年对中国撤退来的，咱是认同所有的子民，甲现代。有真侪咱咧讲的新住民这是伫信仰的中间，咱所咧反省，咱所咧要做的伊讲，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着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来荣光上帝。这会当用新的界面后壁恁若彼此相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就荣光上帝的名所以第3个段落特别讲到呼召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自我反省，伊讲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这个我连伊会去解说会倒转于你的创世纪去思考。对安尼人对社会、对政治、对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各有追求精神的心伊讲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文字迫害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挽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伊着爱互人，伊要互人对罪恶中间得着透放，互受压制得着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安尼好。所以咱的兄弟是安怎会去受到攻击？就是讲因感觉讲对字面来看。因讲长老教会足骄傲啦，是安怎咱会当做咱的救主耶稣的兄弟这甲骄傲无关系啦这是对圣经的教导来去反省比如讲主祷文耶稣基督对，互咱的教示讲，恁着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当咱用阮伫天的爸来祈祷时阵，咱就成做上帝的囝儿嘛。所以牧师定咧讲上帝有囝无孙啊。每一个人拢家己甲上帝建立这种爸囝，也是讲老爸儿女的关系。嘛，因为安尼，所以咱就甲耶稣基督称兄道弟
这是安尼的基础。好，过来保罗的培训中间也讲真济。耶稣基督伊家己宣告，上帝是伊的爸，上帝伊是爸所册来的，吼。伫约翰福音也讲真济，吼。圣经有人讲，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独生囝。所以咱用主祷文来祈祷，就宣告咱嘛是上帝的囝的身份，吼。OK， 好，腓利门的经文讲，无搁再是罗卜，乃是关过罗卜，是亲爱兄弟。我实在是安尼，何况是你，吼。这是伊咧甲腓利门咧讨一个伊的罗卜伫身躯边，就安尼来写，伊就真清楚讲，得救了后，就无搁再是罗卜，是正做兄弟，吼。加拉太书第4章第6节到第7节，伊讲，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成为后世，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神，咱接受了后，咱就称上帝做爸，这是保罗予加拉太教会的培训。所以伫经文真清楚甲咱讲，咱诚做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应允，咱会当安尼来思考，咱甲耶稣基督就是好哪亲像即种兄弟迄个关系啦，吼，共款甲上帝来做上帝的护士安尼，吼。要甲上帝过好，咱领受到这个救恩咱这个信仰，咱的目的就是要，毋是咱家己甲上帝过好尔，是要带领人甲上帝好好的关系。所以即马全世界的教派，的普世基督教协会WCC 因嘛是咧努力，所有的教派会当做伙来，毋是开会尔，佫会当做伙守圣餐。目前为止，天主教毋接纳，佫无要接纳即个改革宗的教会做伙守圣餐，但是改革宗会当接纳天主教做伙守圣餐，这佫有一寡努力啦，所以咱知影，对于10月31号宗教改革纪念日了后，咱的改革都毋是干那一个概念，咱要不断来改变，来袂当离开圣经的原则，颠倒爱倒转来。所以Reform Church，Reform Church 有人讲叫改革宗，有的人叫做归正教会，归正教会，我较爱归正教会啦，归正教会翻译，伊迄个意思真清楚，就是讲咱爱倒转来圣经的本质基础顶悬，这嘛是马丁路德的一个真重要的主张啦，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咱甲上帝的关系更好。伫罗马书第5章10节到11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上帝的儿子的死，得跟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因他的生而得救。不但如此，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跟上帝和好，借着他以上帝为乐。这是保罗伫罗马书所讲的。所以基督徒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彰显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仁爱跟公义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基督徒的呼召。换一句话来讲，咱咧面对无公义的代志，就袂当选择沉默。这嘛是为什么台湾基督教教会时常会去行街头的一个原因啦，发生不公义的代志，咱绝对会付出行动的呢，所以，如果咱若选择沉默，还是甲无公义徛做伙，我们就不配称为基督徒，这是足清楚对圣经的教导。咱呼召是为着，也是讲要代表上帝伫地上来追求仁爱甲公义，我整理几个经文甲公义甲慈爱摆做伙的经文，旧约甲新约有足侪摆的经文，拢有甲即两个放做伙，比如讲诗篇145篇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诗篇36篇第10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诗篇85篇第10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启示录19章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以弗所书第6章23节，愿平安仁爱信心对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归乎咱。所以咱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用个别内底也离不开，而且是第一个要宣告的，就是咱咧讲的三一上帝对这个圣父、圣子，然后即马圣神圣神是非常重要因为圣神降临了后，才有耶稣会上天咱几工前我伫读经的分享中间有讲到迄个这个耶稣升天节所以上帝的神降临伫咱的内底先知书以赛亚书45章21节到22节，伊讲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还是讲灵我是公义的灵，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上帝，再也没有别的上帝腓立比书第1章19节到20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帮助你们，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的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显大。所以伫这所在，基督的灵所以人的快乐不是家己的关系，嘛不是家己的才调是对上帝的赏赐透过圣神圣神来充满伫咱的中间。保罗5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内底讲到温书这几天牧师也讲到温书的代志讲到圣神的温书这着圣神赏赐予咱就是要爱予咱来服侍伊。哥林多前书12章第8节到11节讲，这人蒙圣灵赐给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又人蒙这一位圣灵赐给他的信心，又有一人蒙这圣灵赐他医治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有一人能做先知。我别的不讲都是蒙圣灵的充满。有一人能辨别诸灵，有一人能说方言，有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牧师伫前礼拜日咧讲问大家讲温书会当讨来无？你若照原文的字甲圣经的意思，这温书是礼物，是袂当讨的。但是你会当一个方法讨，就是你愿意服侍上帝会将恩赐赏赐予咱，这是圣神所运行，照家己的意思分予别人的这足清楚啦一般伫灵魂教会内底拢会甲你教讲，你得讨就对你讨就有这个其实是有错误的引导啦好。伫万人中间，咱要做见证，这是咱的信仰个别中间，万人的中间做见证，就是讲为什么今仔教会会伫各乡镇拢有？因为咱望这个福音会当遍传虽然一寡庄脚教会人口外流人较少，但是咱犹原坚持伫迄个所在继续咧传福音这是大使命的呼召耶稣基督予人的使命，这嘛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个反省，咱要诚做活者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咱拄则看到的经文所讲的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拄则咱讲第二个段落吼。马丁路德改教所强调是爱回归圣经的教导。当时天主教伫迄个所在已经离开圣经的道理，引用教宗赢过圣经的原则啦吼。教宗安怎讲，因着照做，所以也有赎罪券，也有一寡足奇怪的物件会产生，包括讲你敢若会当用拉丁语来敬拜上帝，听无恁兜的代志。所以马丁路德就讲，爱圣经爱翻译，爱互逐个人听有了解。德文的圣经是第一个吼，拉丁文以后第一个翻译的圣经吼。所以宗教改革也是讲加尔文主义所讲的五个维度。只有圣经，只有信心，只有恩典，只有基督，只有上帝的荣耀，无有教宗，嘛无有牧师哦。所以所有的信仰的教导，拢爱倒转来这五个原则，这是改革中足重要的原则啦吼。第一个所讲的就是唯独圣经啦吼，只有圣经做咱的准绳，做咱的标准无有其他的物件吼。所以离开圣经，比如讲，咱讲摩门教就好啊。伊甲你讲圣经以外，伊佫摕一个摩门经互你，圣经所启示是耶稣基督成做上帝的囝。即摆有一个教派，咱讲迄个全能神教会，伊讲基督已经在临了，而且是女的，这拢离开圣经的原则。所以讲，咱讲伊是异端啦，吼，咱是异端，讲因是异端安尼吼。所以，咱知影讲，即寡教派，伊圣经是参考用的，伊基本上用因的经典吼来代替圣经毋是解说圣经尔是代替圣经吼。所以基本上，咱会当甲伊归类做因是异端，也是讲真偏激啦吼。所以圣经真重要，拄则咱用着讲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到17节这拢是上帝所感动才会前辈所写落来要教导咱要互咱来行伫正路顶悬，而且要互人有利益所以咱讲容神益人啦预备做各样的善事耶稣基督伫14章20节讲迄个劝慰者，就是老被因着我的名差来的圣灵，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一切的事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伫倒位？伫圣经内底并且让你们记得我对你们所说过一切的话了后来讲到教会教会希腊原文叫做 Ecclesia， 就是召集集合的意思。一群人因为信仰的关系，因为上帝的关系，来组织做伙就称作教会啊。几个人照圣经原来的讲法，就是讲2-3个人就叫做教会啊啦使徒行传11章25节到26节，你讲后来巴拿巴到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有1整年的时间，2个人跟教会的会友相聚，教导许多人。信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因为因一群人因为各外的耶稣基督的关系组织做伙，而且因的行为足成耶稣基督，所以遐个人就甲因称作迄个耶稣的军队者，然后就开始翻译做基督徒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讲到共同的教会，伫这个所在伊讲万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毋是咧信教会，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教会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佮定根的本土这是咱的宣告所以咱毋是信教会所以有人讲你信教会，这拢毋对咱毋是信教会咱是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因为耶稣讲的有2-3个人奉我的名组织做伙，恁若有2-3个人同心合意祈祷上帝就要安尼来回应所以咱知影教会是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因为安尼来做伙伫2021年有某一间教会写批去反映讲，咱的这个使徒圣经翻译毋对，因为拉丁原文只有3个我信上帝，我信
圣子耶稣，我信圣灵安尼尔。因为咱进前的使徒信经的信仰个别是讲，我信共同的教会，但是伊无甲后壁放做伙吼。尾咱的总会伫2022年有宣告一个这个修改的版本啦。我自己认为多此一举啦吼，没有需要这样做啦吼。毋是我咧讲咧吼，个另外一个网站嘛安尼讲吼，伊嘛感觉讲这个是已经矫枉过正了吼。拉丁文不是我们的圣经吼，那圣经的原则真清楚，教会就是一个共同的教会吼。这咱嘛是相信啊，因为教会群体，咱相信教会群体是咧实践咱的信仰，这拢无问题吼。好，这是分享我的看法啦吼。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罪孽的赦免吼，所以来认罪是足重要的吼。主祷文来讲，赦免阮的辜负，像阮了赦免辜负阮的人。中文是讲赦免我们的罪哈，如同我们已经赦免得罪我们的人哈。嘿，赦免是伫人认罪了后才发生的啦。一个人伊若无认罪，就没有赦免，因为他不认为有罪，就没有赦罪的事情啦。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定罪，就没有赦免的事情，所以这是那个逻辑的思考了哈。所以一个人必须要先有认罪、悔罪了、反悔了，才有赦罪的恩典啦哈。所以一个人伊若袂晓去反省，袂晓去求赦免，他就得不到赦免的恩典，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故事，迄个流浪挥霍落难，尾啊决志认罪，付出行动的悔改，回到家就领受的父亲赦免的恩典。伊若无反悔、决志、行动，伊就袂转去，他就领受不到父亲代表上帝的父亲的赦免。这个足清楚的啦好。好，使徒行传第5章29节到32节讲，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回答：我们必须服从上帝，不是服从人。你们所钉死的十字架的耶稣，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上帝高举他，使他在自己的右边做领袖，做救主。这是咱的使徒信经内底所个别的信仰内底才有一句哈，为要给以色列人有悔改的机会，让他们的罪得到赦免哈，有悔改才有赦免。这边又讲了哈，我们就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上帝对服从他的人所赐下的圣灵，也跟我们一起来作证哈。好，对创作来讲，咱爱反省的是讲，上帝予咱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有份伫伊的创造。这爱倒转来伫迄个创世纪内底去思考，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了后，创造人，甲亚当交伫爱甸园内底，互伊去管理。咱必须要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因为伫咱的这个环境的中间，伫咱的生活中间，其实咱真侪时阵是超过咱所应该做的。咱讲咱浪费足侪资源。这礼拜《秋报》内底有一篇文章，因为6月第1个主日是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牧师有写一篇，甲大家三个来分享。伊内底我有写。创世纪第2章，咱有看到上帝创造亚当了后，就甲伊放伫爱甸园，叫伊管理，毋是叫伊拥有咱知影伊甲伊放伫迄个内底咱拄则嘛有读到讲，有温数是圣灵所赏赐的但是有无共款的温数，对做伙服侍。上帝互咱有温数、有尊严、有材料、才能以及遮的乡土会有份伫伊的创造，所以咱将温数这个礼物摕着了，迄目的伫倒位？这礼拜牧师有引用到这个使徒行传第8章迄个西门，伊是一个行法术的人，行巫术的人，伊要靠迄个趁钱。
坦白讲，即摆有足侪大牧师嘛，拢用温室咧大趁家己诶钱啦吼，嘿。最近一个去互新加坡政府放出来诶一个牧师嘛是安尼吼，伊就是迄个去互政府甲伊控告，伊是迄个有即个白贼啦吼，做毋对代志吼，因为伊伫金钱顶悬吼无处理好势吼，好，所以这拢足细致吼，无论啥物人。咱所要得到温室的目的是要创啥货？其实就是要来利益人，服侍伫教会，服侍伫上帝啦吼。所以真侪人会去，亲像即个使徒行传第8章即个行邪术的西门共款，伊要伫的温室是为着要求家己的利益，吼，要求家己的利益。这是圣经内底真清楚咧，甲咱提醒的代志吼。所以咱掠做咱是万物之灵啦，吼，所以对世界、对环境所要做的，咱都拢一直甲乱使用、甲迫害啦，吼。咱袂记得咱是上帝所摆伫即个世界的亚当，亚当的意思有旧约创世纪亚当嘛有讲人啦、人类啦，吼。所以咱是放伫现代即个爱甸园的小亚当。咱咧代替上帝管理，我们没有拥有权，即便是我们有土地的所有权，将来还不是我们的。好，请咱会记，我们只是伫这个世界暂时架卡尔定，有一天咱拢会离开啦吼。温室嘛是共款啊，咱嘛暂时拥有啊，有一天咱也无去啊，咱的温室嘛无去啊，拢回归伫上帝遐。所以咱若无将温室来放伫疼上帝、疼人诶代志顶悬，安尼咱就得罪上帝，违背上帝诶旨意啦吼。所以基督徒应该真清楚，无论怎样诶稳定、怎样服侍，不要徇私，千万不要徇私啊！这是足严格诶物件吼。怎样用咱诶才能，上帝互咱诶温室、咱诶礼物来服侍上帝、服侍人吼。哥林多前书12章第11节到12节，可是一切都是同一位唯一的圣灵来的哈。搁一届伫咱提醒吼，咱有机会，咱甲哥林多前书12章甲罗马书12章来小读者，特别是哥林多前书12章咧讲到圣神的温室，遮讲真清楚，咱是一个身体吼，咱拢共一个吼，属伫基督的吼。好，所以信用个别内底所有讲的材料，毋是咧讲人定胜天，咱会赢过，咧起巴别塔，毋是安尼。人愈有材料，就爱愈谦卑，愈愿意降服伫上帝，因为咱是连伫基督的吼，因为出伫伊的恩典，咱才有法度来得救安尼吼。好，以上这是咱的长老教会。这个信用个别的内容啦吼，甲咱的反省安尼吼，有要问的，也是要分享的无？牧师请教一个问题吼。等下我回较大声，好来讲关于就是咱咧讲到迄个出埃及记的时阵嘛，是讲到迄个火烧漆皮，的主题嘛吼。对。你当阵讲迄个漆皮，火烧漆皮，都是代表上帝临在。是。嘛有讲到讲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吼。这就是马该衍生出来一种精神的内涵啊。可是哈，歹势我先插哈。可是如果说宁愿烧毁，不愿朽坏，跟焚而不毁又不太一样哦。他宁愿烧毁，不愿朽坏嘛，吼，就是讲，伊讲我的茶就是要互上帝来用，是，要来用，但是对伫迄个咱咧讲，比较现代即种牧养关怀，就是讲对牧者的关怀中间，阮会较无认同嘛，该讲即句话啦吼，就是讲。因为这个古早宣教师
所带来的信用，甲咱实际伫服侍，比如讲，咱为什么即马需要有牧师咱咧讲的团保，佮爱鼓励牧师去做，像我即礼拜伊才去做全身健康检查，为什么？就是讲，咱有发现讲，牧师伫牧会中间迄个压力，甲伊的工作会造成身体顶悬会袂甘愿负荷。古早会感觉讲这个反正你著尽忠到死安尼啦这是马甲咧讲的精神啦但是蜡烛两头烧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哪一个是比较好的？比如讲你若去问马约翰牧师，伊就无介赞成马盖博士即句宁愿烧毁不愿朽坏，伊就感觉讲不能把牧师都用的那个财用光光安尼啦，爱互牧师有咱咧讲 retreat， 就是讲爱有去安息，然后像耶稣嘛是共款啊，伊要面对较困难的时候，伊就去山顶，去祈祷，然后佮倒转来服侍，安尼所以马约翰牧师是较做即个牧会牧者的关怀即块，伊的看法是较无共款，这我小可解说你听，好，是，伊当阵咱咧读出来去记的时阵牧师阁有讲到讲，即马咧应用对这火烧气配即个应用有一个是对法国传来的一个意义啦。对，迄个意义感就是，因为我记了无啥清楚再搁请教牧师一下，迄个意义感就是今仔日咱讲到的迄个胡格诺派，因为受到迫害，继续坚守因的信用的即个意思。对，是这个意思是他们不降服在迫害国王的政治迫害当中，这样，是，牧师讲的迄个，你当中有讲到讲，即个应用就是为法国传来的即个意思就对。是，我伫今仔日个团的讲义头前，我有写这个部分。好，了解，谢谢。当然，伫分而不回的即个应用来讲，通常拢会甲因本身拄着的情况有关系，特别是讲因拄着的即个迫害的时阵，因用安尼咧提醒因家己什么代志，这拢有关系啦比如讲我本地要扛单找无我的相片，可能我的相片放伫我另外迄个 storage 内底我本来我伫鹿港创办迄个观光三轮车的时阵，后壁三轮车后壁，长老问我讲，咱爱放什么迄个 logo 啦我讲你著放长老教会的 logo， 分而不回就好啊。伊讲是安怎？我讲分而不回的意思就是讲，咱望甲即个福音传递还未得救的人中间，上帝要互因，要解放因，要互因得到救而且因为迄是咱长老教会的一个精神，要定紧伫本土。然后呢，搁另外一个用意就是讲，因为足侪人看无，比如讲迄个长老伊就感觉讲，是安怎要用即个所以我就爱解说互听嘛。所以我因为即个logo的关系，有足侪人就来问我，然后我就甲伊解说是安怎。鹿港长老教会要去创办关怀即个咱讲中年失业的劳工，要创即个观光三轮车，要带动鹿港镇的观光的复兴是安怎？迄是对信用的一个反省，所以咱有当时会对咱的本身的处境去思考，然后用即个咱要安怎来甲伊运用，完了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解释啦。好，多谢。有无？
今仔连假较少人吼，啊无要紧，我会搁甲上传去 YouTube，啊甲分互叫大家去来看安尼吼。好，安尼慧玲，你还在开车吗？我在外面。哦，你在外面没关系。好，那我们就请冠宇执事带我们祷告来结束。好，咱同心来祈祷。咱啊，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即个伫即个年假的暗暝，犹原会当组织来领受你的教导，来明白、来了解你所要启示阮的真理。感谢你，互阮会当明白四批火烧四批伫圣经内底，你所要教导阮的启示。希望你继续引带甲带领阮，互阮会当继续明白你所要传达互每一个人的信息甲启示。感谢你，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谢谢。好，多谢。大家平安，肉粽节快乐。谢谢。平安。平安。